各位朋友大家好嚇。嗱，今日星期二，今晚就杯賽有兩場足彩推薦俾大家參考下嚇。一隊阿仙奴對住車路士，一隊就西班牙杯阿爾巴塞特對住巴塞。阿仙奴近排成績比較好啊，杯賽佢會唔會打返聯賽咁嘅水準呢？咁樣睇過先知啦。而家咧阿仙奴咧就負0.75嘅。兩隊波都係打過歐聯嘅。我今晚咧就睇好車路士件波衫，輸唔到2球俾阿仙奴。另外一場阿爾巴塞特對住巴塞，呢場係西杯嚟嘅。巴塞咧就贏係應該贏到噶啦，對住阿爾巴塞特，但係贏唔贏到2球咧就未知。所以今晚咧就睇好阿爾巴塞特主場輸唔到3球俾巴塞嘅。推薦兩隊俾大家參考下嚇。鍾意頻道點讚、轉發、收藏啊！鍾意精選嘅波衫咧，就留言俾我啊！今晚就祝大家好運，好係咁，拜拜。